要谨慎节制，因为困的人是眠时困，酒醉的人是眠时醉。若是咱属日时的，要节制、诚信、甲仁爱做好心行，用得救的愿望做头开。第9节，因为上帝定着咱，毋是来拄着受气，就是要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得着救。伊替咱死，互咱迄是醒，迄是困，甲伊同活。所以着三安慰，大家三建立德行，照恁所着做的。以上，即时咱要请曾道信牧师来讲道，因为今仔日是咱退休传教士的纪念主日。伊今仔日所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准备主来的日子。准备主来的日子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你是阮的上帝，你是阮的创造者。也是赏赐生命予阮的，愿感谢你。即今日阮来到你的殿院，阮要来听你的话，求你予阮用谦卑的心来领受，来记牢伫阮的心内，做阮生活一切的事的准则。求你帮助阮，阮无袂记日。你一切的教示，你一切的吩咐甲命令，愿伫你的面前祈祷，靠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今日是抬杠节的第2主日，对感恩节了后，就进入抬杠节。抬杠节就是咱基督徒的等待。在准备要庆祝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圣诞的日子，圣诞节正做普天同庆的日子。那信主的人在准备在庆祝，连遐无信的人，因嘛相款要庆祝。特别遐大生理场，因嘛咧庆祝，因为通过这节日，因伫遐希望得到发财。虽然全世界的人，大个国家对顶面的统治者到平民，拢咧庆祝。总是信主的人，甲无信主的人，咧庆祝，伫心理上有无相款。信的人咧庆祝圣诞节，咱是因为感觉领受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带来予人类新的生命。新的愿望，也因为主耶稣基督，互咱甲上帝过好，得到救赎，得到称义，得到称做上帝囝。总是无信的人，因心内就认为这个圣诞节，甲其他的节日拢是相款，是啉食佚佗的日子，甚至因嘛是认为通放纵、情欲、犯罪日子，因为因无永远活的愿望，罪无得到赦免，无受称义，无受救赎，袂通称做上帝囝。就亲像那亚的时代，信的人。因会通进入迄个大船来得到救，
总是毋信的人，因照常伫啉食快乐；总是当大水泛滥时，因就受淫灭而遐死亡。总是咱基督徒，咱伫今日伫庆祝即个圣诞节，咱要欢迎主耶稣哪亲像搁一摆降生伫咱的心内，互咱会通得到新生命以外，咱也着爱仰望主耶稣过来的日子。因为主耶稣离开世间上天的时，又通过伊话甲咱讲，伊的确要坐魂过来。所以今日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若咧准备要等待要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咱搁较着爱准备主来的日子。因为主降生，值得咱庆祝，因为伊的降生是关系万百姓的。总是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日子，嘛值得咱来准备。因为即个代志也是关系万百姓，关系到全世界的一个大事。马太福音24章就是咧记载关系即件事的代志。马太24章的内面伫遐记载讲，耶稣坐伫橄榄山，伊学生就问伊，伫遐问伊讲：主啊，你降临甲世界的路尾有啥物款的兆头？主耶稣伫遐因答因讲：恁着谨慎，免得有人受迷惑。佮甲因讲真济的兆头，亲像战争、饥荒、假先知、假基督的出现。假使这个假先知、假基督出现，因若会通行大神业、做大事，就会伫遐迷惑众人。今日咱所读的经文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5章1节到11节，使徒保罗也咧甲咱讲，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日子，以及基督徒为什么都爱来做准备，也要怎样来准备的这个代志。今日圣经的第1节到第5节，伫遐咧甲咱讲起，咱为什么都要准备听候主来的日子？伫这圣经节的中间，咧甲咱讲，主过来的日子是袂通确定、袂通预测的，总是也的确会发生的代志。对第1节到第3节的中间，保罗用2个例来说明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日子是甚物款体。又用2个例，头一个例咧甲咱讲，主来的日就那亲像插伫个暝间来到一半样。马太24章42节、43节，主耶稣也用这个例来甲咱讲起伊过来的时迄个情形。主来的日，恁袂通知影，也无法度通预测。历代的基督徒，拢对主耶稣基督伫什么时阵要过来，非常的关心，非常热切的仰望。
甚至有人因为真热切仰望，至到伫遐来推测，什么时阵耶稣要来？也因为这个推测是照家己的意思，至到5人也5记。第230年前，菲律宾有一个传教者，伊对信徒来有测讲，主耶稣要伫什么年、什么日、月、什么日来到。也为着即个有测，伊甲所有信的人伫遐拢袂因会加散，伫遐三甲组织，伫遐咧等待主耶稣会过来。总是到落尾，因等无主耶稣过来迄个情形，所以互遐个信的基督徒非常会失望，也迄个自作聪明的传教者也失去人对伊的信任。去年11月、12月时阵，嘛有人讲照迄个阿妈文化的历法推算，伫去年的12月15也是2日，就是世界的末日。嘛有真侪人相信，嘛有主内的兄弟问我讲：啊，曾牧师啊，这代志大报纸拢刊出来，也逐日在刊，你的看法怎样？我伫遐甲因讲袂通相信，因为主耶稣亲自甲咱讲伊要过来的日子是咱袂通知影，所以耶稣甲咱讲恁都爱警醒，因为恁毋知主是倒一日要来到。今日的圣经第2节讲主的日子来到，要亲像面干的插一般样。这句话毋是咧形容主的品德亲像插，乃是咧讲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日子是咱袂通知影。对古早到现今，有志水会通知影，插什么时阵，伫什么所在，要到伫什么家庭来伫遐偷摕物件。假使若有人会通大声知影，今日咱台湾就免家家户户伫遐装铁窗、铁门来关家己，来有防遐个贼会偷摕。今日圣经甲咱讲，主来的日，哪亲像面干的贼一般样，就是咧甲咱讲，主来的日子是难得推测，也毋免咱用心思去推测，因为上帝袂照人所计划、所推测的时间日子来到。上帝要做的代志，是人所毋知影，是人袂当推测。世间人的智慧，敢会通比上帝智慧较聪明？上帝敢需要人成做伊的军师，伫遐来计划伊过来的日子？圣经甲咱讲，上帝拢照伊家己的意思来做代志。
所以圣经甲咱讲，恁都要警醒，毋通甲世间人相款。亲像遐伫黑暗内面的人，互迄个日来到，亲像贼临到恁一般样。这是圣经头一个例咧甲人讲。第二个就是咧讲起主来日，要亲像产难临到怀孕的妇人人一般样。这是第30到第50甲人讲。为了圣经的内面有真济所在，用产难来象征迄个患难，也是灾祸的来临。诗篇48篇的第6节，讲因伫遐要互袅袅带痛疼掠条，那亲像产难的妇人人一般样。以赛亚13章的第8节也讲，因要惊吓哀痛，受苦要掠条因要痛疼，亲像产难的妇人人一般样。彼此伫遐戆眼相看，面亲像火焰。其他也有真济所在用上款即款的话来描写。今日咱所读即几节的圣经，有2个重心在甲人讲。头一个就是主来的灾难要忽然来到，讲人在讲平安稳当的时阵，灾祸要忽然临到因袂通逃脱。可见，迄个日子会来到，是出伫人的意料之外，是人想袂到的。亲像前年有一摆，家人有2个人伫遐开车，要去金山找因的老朋友，伫遐来做伙开讲。总是无拍算因开车到伫半路时，忽然落大雨，滴到对迄个山顶有大粒石头落落来，缀着因的轿车。因本是快乐出门，总是想袂到，伫半路却造成一生一死迄个离别。今日的圣经第30讲，人在讲平安稳当时，灾祸要忽然临到因，那亲像产难临到怀孕的妇人人一般样，因袂通逃脱。这圣经在甲提醒咱，讲主来的日子的进程。那亲像有一段的时间，通互人掠做是平安妥当，总是也因为安尼，人就去骗家己，掠做那拢无代志啊。若是灾难要忽然临到因，那亲像人认为平安稳当的时，贼来到。会带互迄个家庭人的性命、财产的损失一般样。咱台湾有一句俗语安尼讲，讲人拢要通拢挂迄个无事牌。这个俗语咧警告咱，人平安的时阵，就想到危险的事。人就要时常保持清醒、谨慎的心来行路、来做代志、来做人。第二个重心，在甲人讲，主来的日子是的确
会发生的，常时灾难会临到，也是会发生的。总是主来日子，对基督徒来讲，是一个受祝福的日子，因为迄个日、迄个时，基督徒要经历得到救赎的最后的一部分，就是身躯的救赎。总是对无信的人来讲，因就是灾的开始，因为因要面对空前绝后的大灾难。既然主来的日子是哪亲像贼临到，是哪亲像产难临到怀孕的妇人人相款，是人袂通知影，人袂通预测的，总是的确会发生的代志。若是安尼，咱基督徒也免做好准备。搁落去圣经地勉励咱做基督徒的，伫主的日子来到进前，咱伫信仰上毋通爱困，咱伫信仰上毋通亲像酒醉的人。这是对第6节到第7节在甲人讲。圣经甲咱讲，咱毋通困，亲像别人咧困一半样，都要警醒、谨守。伫圣经遮所咧讲的别人，就是咧指起遐个伫黑暗中的人，遐个无信主的人，因为因对上帝旨意袂通知影。对罪恶痛苦的结局，甲上帝受气，因麻痹，若亲像困的人一般样，无感觉。困是完全放松、无封闭的意思。困的人面对面临的危险。敌人的杀害，伫遐毋知影防备，因伫遐放心安歇，好困，无危险的感觉。伫过去，咱汤馆有一位馆长，伊是住伫伊家己所去的厝的所在，伊的厝四周围有围墙，要请人固守，嘛有迄个佣人，嘛有饲只狗，所以即个馆长一家人感觉因真安全，住伫因的家己所去的厝，非常的安全，非常的好势，的确无危险。咱会知影有一暗，贼到人兜，狗受头死，守卫的人嘛受杀害，伊全家的人也拢受杀害。伊了做通平安好困，总是无拍算，伊的性命就伫迄暗。要来失去。今日相反，基督徒伫灵性、信仰上，毋通亲像困的人，因为真容易会互撒旦来吞食。伫信仰上，困的人是魔鬼所爱的目标。咱看彼得前书。第5章第8节，伫遐讲，讲恁着坚守着警醒，
因为恁会对着魔鬼亲像好狮，遍地游行，咧找通吞食的人。圣经甲咱讲咱嘛毋通亲像罪的人。罪是贪爱世界、放纵宴乐的意思。罪的人真容易失去理性甲意志力，若亲像啉酒、开车的人，真容易来产生车祸。伫遐，互别人甲家己拢失去性命，甚至家庭会破碎。酒醉也真容易造成朋友变面，成做冤仇人。咱对报纸上、对电视的顶面，咱通看见好朋友三甲做伙啉酒，啉几喙了后，就因为酒醉，伫遐来变面，互相伤害。酒醉也真容易造成错误的决定。伫我所捌一个长老，是姓林，伊是一个做田的人。有一日，伊的朋友就伊三甲啉酒，伫遐故意将伊甲伊灌好醉。这长老酒醉了后，伊的朋友就甲伊讲你的田来卖互我。伊伫遐因为酒醉，所以伫遐就真无清楚，将伊的田俗俗卖互伊的朋友。伊卖了后，酒醒伫遐真后悔。伊甲我讲：曾牧师啊，那要安怎？我啉酒啉了，煞将我的田拢卖互人。我甲伊讲你做一个长老，你是安怎啉酒啉甲酒醉，做即款错误的代志。所以圣经甲咱讲咱基督徒伫灵性信仰上，咱毋通亲像爱困的人，咱毋通亲像遐个酒醉的人，因为迄互咱会互咱的灵性性命受到耽误。魔鬼也常常借着物质的享受、诱惑，最终会享乐，互人将可怕的罪恶看作是美梦成真。对灵命永远死的危险，伫遐看袂清楚；对魔鬼的试探，完全无反抗的力量。那亲像士师记14章到16节所记载，迄个真有气力的勇士参孙一般样。这参孙，伊虽然真有气力，会通用手伫遐拍死狮，甚至用手来杀死300只的狐狸，甲济真强的非利士人会才会对敌。当时，伊却贪恋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迄个美色，伫遐直到受引诱，伫遐讲出伊得到迄个神秘快乐的秘诀。对安尼，伊就伫遐来受绑、受掠。到落尾，也因为这个代志，伫遐丧失伊的性命。
所以做一个基督徒，咱要知影，咱伫咱的信仰上，咱都要时常张持警醒，毋通亲像爱困的人，毋通亲像迄个酒醉的人。第三，伫即段咱所读的圣经内面，伫甲人讲起，咱要怎样准备主来的日子？这是对第8节到第10节伫遐甲人讲的。头一项讲，咱都要配备信、爱、甲望。信、爱、望是一种属灵的兵器，会通保护基督徒的胸甲头。基督徒属灵的精进的兵器，毋是咱的咱的聪明、咱的手段，也是其他的物件，乃是咱好的品德。胸代表咱的心意，头代表咱的思想。伫这个世代中，基督徒所拄到最厉害的精进，就是心意甲思想的精进。伫教会外面有济的学说，有济的主张，这学说、这讲法会影响咱对上帝信心的动摇。伫教会外面、教会内面，嘛有真济有可能发生的迄个歹代志，伫甲互咱对上帝疼心，伫遐冷淡、信、爱、望，就是咱基督徒要得到这一切的一个兵器。信会互咱伫意念的顶面坚定对上帝的心，爱会互咱伫感情的顶面坚定咱对上帝的信心。望会通互咱伫思想的顶面用天顶的事做咱的意念。咱若要保守咱家己的心，咱就要用信爱来做护心镜，互咱会通选择对上帝来的，拒绝对魔鬼来的。咱若要保守咱的思想，无成做世间的俘虏，咱就要用得救的望做头盔，来时常伫咱思想的顶面保守咱，互咱会通想起一切关系永远活的永远甲荣耀。第二，咱对圣经内面甲咱讲，咱爱时常甲主同活，咱来甲主同活，来做准备。这是第10节所甲咱讲的，讲咱爱甲主同活。咱有一句话讲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乌。意思就是咧，甲咱讲，你甲什么款的人做朋友，你就会变成做什么款的人。你甲遐个爱啉酒的人做朋友，你要成做酒鬼；你甲遐个时常咧跋筊人做朋友，你就会变成做娇鬼；你甲遐个好色的人做朋友，你会变成做一个色鬼。对安尼来犯罪，罪，鱼甲鸟袂通同活，人甲兽嘛袂通同活，因为性命无相款。
总是人甲上帝嘛袂同活，因为人的性命甲上帝的性命嘛无相款。总是感谢主，因为咱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死的缘故，互咱来得到上帝的性命，会通甲上帝过好，会通甲主同活。这就是主耶稣伊替咱死的一个目的。甲主同活的意思就是讲，伫咱一切生活的代志的顶面，互主耶稣甲咱同甲有份。咱的衣食住行、职业前途，咱所有一切拢甲主共有。咱着伫一切事的顶面，甲主同心，甲主同行，甲主同在。这是圣经甲咱勉励。咱看腓立比书第2章第50，讲恁着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。伫约翰一书第7节讲恁着要甲主同行。伫马太28章20节，主讲我要甲恁三甲伫地，到世间的落尾。咱伫咱的生活中，咱都要互主耶稣基督真侪咱的好朋友。安尼咱就会通时常甲主同活。第三，咱要怎样来准备？圣经直接甲咱讲，恁着彼此宽勉，互相建立。这是11节甲咱讲。伫哥林多前书第5章15节也甲咱讲伊替众人死，是要互遐个活地人无搁再为家己来活，是为着因死也搁活的主来活。基督徒个人着为主来活，也所有为主来活的人，应该彼此宽勉，互相联络，将个人甲主同活的人生来互相勉励，实际应用伫教会生活中间，互教会会通真正做一个活出耶稣基督的教会。基督徒伫一切的事务中，也着爱用主要过来的盼望来互相宽勉，来互相建立，就是将基督徒属灵的性命甲品行的培养，当作是一个属灵的工程，是互相用主的真道来建立起来，用主的话来互相勉励建立起来，互人进入到伫教会内面，就会通感受到伫主听的内面迄个温暖，会通感受到对主内兄弟姊妹彼此的关怀，来发现兄弟姊妹品德的水，是遵守主耶稣基督道理来行人，毋是就用喙唇皮讲伊是一个基督徒的人。教会是真活基督的教会，毋是人的教会，搁较毋是遐个假冒伪善的人的教会。所以，一个教会的内面兄弟姊妹，若通彼此宽勉，互相用主耶稣基督的真道来建立，安尼迄个教会要真做真正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。顶礼拜，咱的更新迄个周刊物，有一位家己称作是讲员老师的人，伊做见证。伊讲起，伊伫17岁就伫遐食毒，食毒了后，伊老母对伊非常的绝望，伊嘛感觉对伊的老母
一听非常的亏欠，一直想要将迄个毒改掉，总是一改再改，无法度通改。到落尾，遐有一个机会，因接近着教会。教会的传教者兄弟姊妹对因真关心，后来将伊介绍予一个用福音做戒毒的一个机构，叫做晨曦会。伊入去的时，传教者兄弟姊妹来讲你要戒毒真简单，有耶稣就会用得。伊伫遐讲，伊听到即句话，差不多要昏倒。为什么？因为伊过去一直咧想要改，总是无法度改啊！一改再改，就是无法度改。伊讲，敢若耶稣就会用得，敢有可能？当时无拍算。伊后来伫遐也对传教者、对兄弟姊妹、对过去食毒也受改变的人的见证，伫遐，互伊搁再定心徛起来，因为主真正互伊徛起来，互伊将迄个毒改掉，因为伊发现教会的兄弟姊妹、传教者，真正用主耶稣基督的疼咧甲伊关心，所以也互伊感觉迄个疼的温暖，伫遐互伊真欢喜。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所以今日圣经甲咱讲咱要怎样来准备主过来日子。圣经甲咱讲，迄个日子虽然是咱袂通预测，咱袂通知影，总是的确会临到。因为安尼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伫灵性上。毋通爱困，毋通酒醉，咱要怎样来准备迎接主的过来？圣经甲咱讲，都要配备信、听、甲望望。咱都要时常甲主同活，伫咱生活一切，互耶稣基督甲咱三角有份。那呢，咱都要彼此。宽勉、安慰，用主耶稣基督的道理来建立，互教会成做耶稣基督的教会，互咱成做真正遵守主的道理来行人。主耶稣讲什么人是听我的，就是遐会遵守我的道理来行人。请咱压头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听堂。通过圣经话，你甲阮讲，你要过来是必然的，是的确会发生的，袂哪亲像贼，亲像散人啉到负责人一般样。主，求你互阮时常伫信仰上警醒、谨守、祈祷，时常会通甲主你同活。也时常会当用主你的话来互相勉励，对安尼，互阮真正会通建立一个真正属主你的教会，也阮诚做实实在在是主你、信主你的人，互阮的教会充满你的疼，充满你的温暖，互阮伫你的教会真正会通。时常警醒来等待，来仰望主你会过来。阮若咧庆祝圣诞节那定，也阮会通准备好阮的心来迎接主你过来的日子。阮伫你的面前祈祷，靠主耶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继续请用我用几分钟来报告这个总会传教士的这个福利会的代志。今日我受总会差派，到伫贵会来请安报告，就是望咱牧长兄弟姊妹会通时常关心到伫遐已经退休的传教者夫，
也因为关心，互咱用信仰来三扶持，用听来三帮站，互咱实实在在会通关心即个事。即个传教士福利会是对1993年成立，开始到今年已经20年。目前关怀的范围，若是在职的传教者服务，关心到伫退休的传教者服务，甚至是遐个已经安息的遐个传教者的子女的教育的问题。为着要关心遮个，那么咱兄弟姊妹会通为即个事来关心、来带导、来奉献。今年即个奉献主日募款的目标是新台票535万，也爱慕之友的奉献的目标是5万会通募到3000万。望咱三甲努力来做即个代志，也伫对总会的通知，当知影咱贵会伫过去，咱教会着即个事的关心奉献是零吼，这是总会互我知影的。我相信这毋是讲咱贵会兄弟姊妹讲无疼心、无信心啦。我相信是旧年无人到伫贵会来报告请安的缘故吼。我相信恁的信心、恁的疼心是上帝的正路国，伫感谢祈祷时欢喜对上帝来感谢的。所以毋望咱贵会兄弟姊妹为这个事的关心、带导奉献。毋望会通加倍吼，来弥补咱旧年迄个零的迄个遗憾吼。我相信咱若加倍奉献，上帝也要甲恁加倍祝福。毋望恁伫主听的内面，也受主大大的恩典、大大的祝福，无穷尽。以上报告，多谢。